屬龍嘅朋友咧，今日屬於太歲相合嘅一年嘅。咁當然相合就代表容易有人緣啦。但好可惜嘅，屬龍嘅你咧，今年得一個華蓋星嘅出現嘅，所以今年咧都係要靠自己嘅個人力量咧去解決問題嘅。喺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你咧，今年特別容易有個小人是非嘅。記得咯，千祈要處事低調啦，千祈冇多管閒事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本身係屬於從事創作嘅話咧，或者要用頭腦思想嘅話咧，咁今年屬龍嘅你咧就屬於比較好噶啦，因為今年嘅頭腦特別清晰嘅，非常之有利於呢個創作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你咧，今年財運咧就比較麻麻啦，因為今年咧有啲貴人咧，所謂嘅貴人係俾你啲假消息嘅，所以今年咧無論喺正財或者係橫財投資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千祈就唔好要貪心啦，要靠自己嘅個人力量啦，多啲做呢個功課啦，分析咧就可以做出一個正確嘅投資嘅喎。至於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朋友咧，因為今年與太歲相合啦，所以咧如果係對於未有伴侶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龍嘅你咧特別容易有人緣嘅喎，容易識到異性朋友嘅。但係結咗婚咧，同埋有伴侶嘅屬龍嘅你嘅話咧，就要注意伴侶之間嘅關係咯。因為今年有一個黃番星嘅出現啦，代表夫妻之間咧或者伴侶之間咧感情容易不和睦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彼此之間嘅關係嘅咯。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因為有大煞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血光之災嘅，尤其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嘅健康啦。因為今年咧容易咧有呢個傳染病嘅發生啦，咁抵抗力就比較差啲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多啲飲食啦，同埋多啲休息嘅喎。咁啊，奉勸咧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咧不妨喺個東北方咧同埋中宮嘅位置咧，揾個金屬嘅紋份咧，就化解呢個所謂嘅病苦星啦。同時都要避免咧去醫院探病啦，或者係白事嚟削減自己嘅運勢嘅喎。